来阿公这个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嘛真关心王来龙，特别到高雄的大树去了解到农民的状况。因为国民党伫7月份要来改选到党主席，外界认为这是韩国瑜为着复出在做准备，加上连胜文，加上江启臣，嘛互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愈来愈闹热。王来无到外销大了，大家拢。头讲一寡进往来，大家拢非常紧张。紧张到减烦恼。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来到大树区拜访85岁王来伯，听农民的心内话。我觉得听到农民的心声了，我想应该让农政单位要好好来思考。韩国瑜最近一直拜访王来产地，希望当用过去伊伫咧北农的经验，到三港销农产品。不过未讲到国民党主席选举，考虑参选的连胜文冇动作。我们现在把一些理念提出来，让大家去讨论。那么认同我理念的人，自然会给我们很多支持。参加国民党地库举办的新冠疫苗座谈会，连胜文继续争取党员支持。选党主席的支持度只有就是11.9%。我要谢谢他们，因为我以为绿营做的民调我只有1%，他竟然给我这么高，让我真的是受宠若惊。谢谢大家。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有另外一党团经总调林维洲给支持。台湾江启臣加油哈！不再是威权的这个领导的模式啊，然后也可以开玩笑啊，这个私底下哈。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打破黑箱、打破宫廷文化的第一步。大人拢真车拼，嘛，互国民党主席选举变得愈来愈闹热。